这个台中市就是看到第12轮的疫苗的注文伤过复杂，所以针对着65岁以上会当注第2剂莫德纳的长辈来做测，但是大多人唔知影，所以19号下晡一个开放注文，都1万外长辈上网注文成功，煞来拖累着55岁至64岁有未少的乡亲煞注文未着。看到这个情形，台中市政府就随国来宣布，参55岁以上符合着资格民众，嘛唔免注文。22号甲27号的下晡，就直接到注射站去注射。这个政策安尼改来改去，有民众讲话要落实。 烦，真的是烦！我觉得太扰民了。里面一透早冲到里长的办公室怨叹，昨下晡中央开放55岁以上符合资格注第2剂莫德纳资格时段，会使伫网络顶注文注疫苗。不过台中市政府和中央无共调，特别讲65岁以上的时段唔免注文，市府会统一做册。你今天你要开放，你就是以岁数讲清楚的，你指挥中心也要讲清楚，然后地方政府是跟着你在做，而不是各自为政。65岁以上的时段，唔知影家己方做册，佫想要上网注文。台中市65岁以上的时段，伫网络抢疫苗注文1万外剂莫德纳，造成同款符合资格55到64岁时段，伫注文平台台中市各区的注射站拢满，无法度注文。 卡互里长的电话，拢咧问注疫苗，敢爱上网注文？台中市府赶紧宣布，无注文成功55到64岁时段，会使伫10月22和27摕小黄卡到注射站注射。有些长辈影响到他们的预约，那这部分呢，我们就开放大家可以到快打站。不过限定22和27号注射拢是平日，民众爱烦恼请假嘛，烦恼注袂到。人潮疏流也是一个问题，到底？ 疫苗够不够？22号跟27号2天，那个时候是平日，你唔通红注无哦。原本是市会美意，却因为无配套措施，佮有加强和基层沟通，才会造成失败的疫苗之乱。